题，你可以看看先。这个，对，这个啊，我有跟马云照相。马云，marketing，马总，我是马总的粉丝啊。怎么去找到他去照相呢？本来想去淘宝，去那个阿里巴巴，我想去了，他也不在，对吧？我也不知道怎么找他。是有一次我分享这个故事一下。我那个朋友知道他来香港，在那个机场国际博览馆那里，他有一个 speech， 那同台就是跟謝霆鋒。好錯嗰個啊，謝霆鋒，然後同場。起剛剛那次。啊，對，13年的，13年，你有沒有去？有去。啊，有去。但是我沒有找到他，您找到了。啊，對，這個就是我跟你有一點點區別，我找到他照相，因為我的朋友就給了一個VIP 票給我。我想 VIP，那馬總不是坐在我前面嗎？哇，太好了！我說到時候可以跟他 selfie， 原來是不行的，我前面就是有 super VIP， 你明白嗎？他前面有 super VIP， 然後我馬上打電話罵我的朋友，我說你怎麼搞錯？我在那點做嘢㗎？真係馬總在前面我怎麼辦？兩邊還有一個 secure， 兩邊啊，然後哎呀慘了，怎麼辦？我拿了一本書，我很想跟馬總合照，我說我一定要跟馬總合照，那怎麼辦？把書丟到前面砸住馬總。啊，對，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我怕給人家給保全人員，對吧？保全人員給拉走了，對吧？然後我就觀察那個兩個保全人員 secure 啊，有一個哇很嚴肅，有一個在那裡發懵了。然後謝霆鋒一上台，你知道吧？你知佢幾挫㗎啦，係咪？一上台，哇，那些閃光燈啊，全部照他，然後把那個 secure 都照暈了，好像，然後我就馬上跑上去，馬總就坐在這裡，我一靠近他的時候，我說馬總，我想跟你照相一下，可以嗎？哇，多麼有誠意，對啊，我覺得我很有誠意。然後馬總說沒問題，來吧。哇，他沒有架子，真的一點架子都沒有，沒有官威啊，完全沒有，不會說有一種很那種嘎吉啊那種氣場，沒有，他很平和，真的很平和。然後坐下來，慘了怎麼辦？我只有可能5秒的時間，對吧？因為我怕那個保全人員上來抓我，我只有5秒的時間。我說怎麼辦？我 selfie 麻麻地。如果你看我 WeChat，我 selfie 我要鍛鍊一下我的 selfie， 我 selfie 真是麻麻地。然後張德成局長坐旁邊，然後我就馬上看着他，我說局長，馬上請你幫我照一張。哇，我的心念強到這樣子。然後局長說好，沒問題。然後我就順利照了這一張，這樣要 take 過了。然後我走的時候，局長有點失望，我沒跟他照，我忘記了。請馬總來幫你照了。對，然後如果照的話，要馬總幫我照，對吧？對啊。對，然後情況就是這樣子，然後我會寫一點東西的。這個看電影大家都懂的啦這些。然後我會寫一些，因為我喜歡看那些企業家的東西，然後我會寫一下。啊，我放的比較長，他們香港可能的朋友一般不會看這麼長的東西，國內的會看的。啊，這是我的研究所得。這個是蔡崇信 Joseph Tsai， 他是阿里巴巴的副主席。他當年 Investment AB 投行，他的年薪在1995年的時候，1995年到1999年的時候是100萬美金，很好吧？年薪。他不要，他去找馬雲，他說我要加入你的公司。馬雲說你瘋了。他說我沒瘋，我就要加入你公司。他說我只能給500塊工資給你，你要嗎？他說我要加入。他說你為什麼要加入？他說我就覺得這個不錯。馬雲很怕，他說很怕這樣子就加入的人。然後他帶了他去他的公司觀察了2個星期，又帶他出差，他還是要加入。然後他太太來遊說他，說馬雲，我老公瘋了，要加入你公司。如果你不給他加入，他會恨我一輩子。他加入了，所以他就成為阿里巴巴的副主席。啊，我喜歡看這些企業家，因為我想把我的思維提升，接近他們，這個很重要。然後客戶會看的，他覺得你靠譜，他覺得你有企業家的思維，他覺得你是一個很認真在你的那個事業打拼的人。我會放這些，可能比較悶。
然后我会写基金，哎，这个是 N06啊，那个摩根斯丹利的那个美国优势基金。我写什么呢？在2012年，就是我们的客户组合开始持有美国不同行业的基金，然后我有写，主要是那个 N06摩根斯丹利的美国优势基金，5年回报72.13，和生物基金健康护理。那个美国各个指数指数走高了7年，能继续向上走吗？我的主观看法是继续持有，因为那个全球投资者对美国这个金融中心的信心来自好的制度、好的市场，自然能孕育出好的公司，然后真正为客户、股东创造价值。我会写这些，我写了以后，有一个客户之前。我没做到他生意，他问我，他说宋总，你有做基金管理啊？我说有，太好了，我想问一下你，他有买基金，然后我私底下他就问我，会有人回复的，对吗？我会写这些，不过会比较花时间，真的。不过如果你热爱你的事业的话，其实花一点时间是值得的，对吗？对，明白，谢谢。然后就大概就像我就会放这些放弃19画，坚持20画，比放弃多1画就是什么？坚持，对吗？这个很重要。然后他们会看我这些，然后我会自己再写一点。成功就是努力多一点，快乐多一点，包容多一点。成功是什么？控制你可以控制的东西，这个非常的重要。习惯不习惯的习惯会习惯，能说吗？上来试一下。成功就是习惯不习惯的习惯会习惯。来，俾啲掌聲佢。你可以讲多一次吗？成功你可以站这样。我们再给大力掌声给各位。谢谢。成功是习惯不习惯的习惯会习惯。成功是习惯的不习惯会习惯。OK， 再来一次。成功是习惯不习惯的习惯会习惯。成功就是习惯不习惯的习惯会习惯。 Yes， 好，谢谢。就是这样子，对吗？然后永远比竞争对手努力多1次，多10次，多100次，你就成功了。就这么简单，对吗？不要想得这么复杂。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会跑步，我第一张 selfie 可以好像拍得不错，对吧？对，然后算很多人like的啦，然后有点 camera， 对吗？然后我是5点半跑步的，早上5点半，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时间可以跑步。然后星期1到星期5的早上，我就5点钟起来，就是跑2次。精神好的话可以跑3次，起来的时候很辛苦，尤其是冬天，大家觉得对吗？很辛苦。不过我坚持起来，就5点半的时候去跑步，跑大概半个小时就上班。每一天精神都比较好，因为那个 energy level 很重要，对吗？然后星期6和星期天跑多一點，跑5公里和跑10公里，就是這樣子。然後提升我的那個 energy level， 因為人嘅思維有2個對立點，一個咧係懷疑，一個咧係信念。只要你個信念大過你個懷疑嘅話咧，你係好快會接近你心目中嘅成績同埋成功。大家真係要留意翻，點樣可以提升翻你個信念咧？你個腦入邊個信念咧，就係做3樣嘢嘅啫。第一，大家已經做緊㗎啦 ，see more people， 你見多啲客，你見多啲人。係嘛？因為人係 market 嚟㗎嘛，個 market 會俾 feedback 你得唔得？佢直接㗎，佢唔會留情面㗎嘛，啱唔啱？話俾你聽唔得，點解唔得？咁個客會話俾你聽㗎嘛，個市場話俾你聽，你自己都知，你自己要翻去檢討點解你唔得，啱唔啱？咁咧第二就係做運動，你做多啲運動，你係可以提升相對一般同事嘅 energy level 比較高。energy level 高有咩好處咧？造成你個one-time closing 個 ratio 係好高嘅，因為點解你有 appointment 係去到下晝，可能係講緊5、6點㗎嘛，啱唔啱？你做咗成日嘢，你個 energy level 已經跌㗎啦已經。如果你有 keep 運動嘅話咧，你個 energy level 咧冇人哋跌得咁快，呢個係真嘅，冇跌得咁快，認唔認同？咁嚟講咧，你喺5、6點嗰時候個客見你咧，哇！點解你仲咁精神奕奕嘅？點解你仲咁有氣勢嘅？啱啱？呢個係 closing 嘅一個元素嚟㗎，好重要㗎。咁你去到
7、8點嗰時候，或者8、9點嗰時候，你仲係要見客噶嘛？咁你嗰時候嘅 energy level 咧，依然係可以點啊 keep 到。你 keep 到嘅話咧，你又係造成一個良性嘅循環，個客好欣賞你，啱嗎？再加埋就係咧要點啊？睇書，看書，閱讀，多點閱讀，真的很重要，真的閱讀。可以給多5分鐘時間我嗎？可以嗎？5分鐘哈 ，OK， 謝謝大家。嗱呢度，咁咧大家睇到啲咩啊？一埲牆，有個下邊嗰本咩嚟㗎？書係啦，一本書造成嘅 impact， 一本書啊造成嘅 impact， 中間咧凸咗起嚟，係好重要，係嘛？所以每一日養成讀一篇文章嘅習慣，一篇文章啫嘅習慣。咁呢個咧就係、是、我 coaching 完之後咧，咁啊好開心，因為係做咗 TOT 啊嘛，咁啊開心咗一陣。咁我送個客去機場之後，我出嚟，我做一個動作，我去咗個書局就買咗呢本書，就叫做《投資夢想創造未來》。孫正義，知唔知孫正義邊個啊？阿里巴巴最大嘅 shareholder 股東啊，孫正義是馬雲嘅老闆嚟㗎，馬雲嘅老闆嚟㗎，係嘛？咁嚟講咧，咁佢講咗一樣嘢咧，就係咧，佢要做一間300年嘅公司。咁我睇完之後，我死咯！如果我淨係止於滿足喺一個 TOT 度，咁我一定會進步。如果嗰一刻我唔係去買書，可能嗰一刻我係自嗨咗 ，only 自嗨咗嘅話咧，係災難嘅開始。我一定向下調，所以我要 keep 下一個 level。我點樣可以令到我嘅 personal production FYC 可以突破，可以賺到2000萬？我呢一刻嘅心態嘅調整係好重要嘅，即時調整，即係要買一啲比你更加咩啊勤力嘅人嘅書嚟睇，咁我就買咗呢本書。其實我中意睇書嘅，係嘛？咁樣成功一定有方法，失敗一定有原因嘅。咁呢兩個人咧，大家都識㗎啦 ，Warren Buffett 同埋呢個 Bill Gates。咁嚟講咧，佢去大學演講完之後，啲學生問佢點解你哋咁成功？佢哋同時講咗一句，就係咧 lifetime learning， 終身學習。就係呢個啦，終身學習。其實學習咧唔係好困難一件事嚟㗎，每一日進步1%，睇一篇文係嘛，讀一個 chapter， 啱嘛，已經 OK 㗎啦。嗱，知唔知呢個人係邊個？為咗時刻緊記，我將我嘅簽名咧改為亮，就係呢個人啦。Value Partner 嘅老細謝清海先生，即係我哋而家賣緊佢隻分啊 V02。謝清海，佢都覺得自己咧得59分嘅啫，先至可以去到100分。佢個簽名唔係簽謝清海，佢係簽亮。時刻緊記，提升自己，每日進步1%，係嘛？呢度365日之後咧，你進步咗幾多倍啊？37.8倍。每日唔使多啊，係0.01%啫，係0.01%。1年之後咧，你得翻幾多？0.03。呢啲圖可以 send 晒俾大家嘅，呢個放心，係嘛？所以重複嘅行為咧，造就咗我哋卓越咧，唔係單一舉動，而係一種習慣嚟嘅，係嘛？一般人就諗點啊？成功就咁樣啊嘛，一係成功，一係監倉，唔係一係監倉，一係西裝咁樣啊嘛。咁其實咧，事實係賴嘢先至成功嘅。嗱，呢班人賴嘢賴得最多嘅，係嘛？維珍嘅老細。Facebook 教主、標叔叔同埋咩啊？嗰個係 YouTube 嘅老細嚟㗎。之後咧，嗰個係現實版 Iron Man，嗰個係Tesla 嘅老細，全部都賴嘢賴到好金，勁過我哋好多。不過佢最後都成功。啊，呢個最有智慧啦！坎坷過後真係有艇搭，係嘛？記住黎天王呢句説話係好重要嘅。啊，所以唔使擔心。阿黎天王都賴過好多嘢，包括走音、唱歌，係嘛？一流嘅 idea， 三流嘅執行；三流嘅 idea， 一流嘅執行。一定要揀三流嘅 idea， 一流嘅執行。冇一流嘅 idea 㗎，全部都係 normal idea， 一定要留意翻。呢個係馬雲同埋阿孫正義講嘅。今日好殘酷，聽日好殘酷，後日好美好。好多人過唔到咩啊？聽晚。所以咧，你每個人咧一定要把握今日。Carpe diem就係咧呢句係拉丁文嚟嘅，就係叫你把握今日。
係嘛？所以 never give up，never give up。如果命運咧揸你個喉嚨，你就知佢胳肋底啦，係嘛？呢幅圖係嘛 ？never give up 係。嗱，你個對手咧唔係 C 朗嚟㗎，唔使擔心。你個對手咧係99% 未做到 MDRT 嘅人，所以就算你個對手係 C 朗，你都唔使擔心。呢、這個係香南迪斯小豆，咁咧佢做後備嘅，長期俾 C 朗壓住嘅。終於有一日歐聯準決賽上場，射入致勝一球，將球隊帶入決賽。佢就係為咗今日做咗無限嘅努力。所以咧，所有成功嘅人咧，都係努力嘅，努力唔一定成功，不過所有最成功嘅人都係最努力嘅，係嘛？咁呢個我 Facebook 嚟嘅，係啊。咁啊，既生瑜何生亮冇㗎？周瑜唔係俾諸葛亮激死㗎，周瑜係俾佢自己激死。所以你最大嘅對手係自己，係嘛？咁我有跑步嘅，係啊。咁我有記錄低我跑步啲成績嘅。咁我就住華景山莊嗰度，知唔知邊度啊？葵涌係啊，係荔景嗰度。係啦，咁嚟講咧，咁我哋就喺個青山上路咧，好似個癲佬咁咧，就喺度 train，好辛苦嘅。咁我而家個目標咧，今年咧要喺2分鐘跑到10K， 因為我係跑大斜路嘅，1.6嘅大斜落嚟，再上，再落嚟，再上，我要4上4落，再跑圓洲村先至完成到10K 嘅。係啦，其實我跑步咧為咩咧？食更加多嘅嘢，第一。第二，咁咧有一次我去買波衫。咁我望住嗰個 sales 姐姐，我話我要 S， 佢用懷疑嘅眼光望住我。咁我再用堅定嘅眼光望翻佢，我要 S。咁佢繼續懷疑我，佢驚我撐爛件衫。咁我話我要 S， 佢終於好唔捨得攞件 S 出嚟俾我。我試完之後咧，佢用一個欣賞嘅眼光望住我。係啦，其實跑步其中一個目的，希望 fit 啲，就係咁簡單嘅，係啦。咁啊，跑步咧，每踏出一步咧，等於你做 call， 每做一個 call， 其實都係真實嘅，你冇得呃自己嘅，千祈唔好呃自己，最戇居嘅，啱嗎？係啦，咁我有做 plan 嘅，咁啊開頭就7分鐘，之後咧我個仔，爸爸，媽媽，爸爸頭先咁樣啊，我個仔叫虎虎，係啊，佢話乜？我老婆就話：爸爸係咪 plan 緊啊？係啊，爸爸好肉緊啊，咁樣，係啊，咁我整到咁嘅樣出嚟。我個仔同我一齊 plan 嘅，咁我就8分鐘，咁啊最高紀錄嗰時候咧，我就 plan 到9分鐘嘅。咁而家平均 plan 5分鐘，咁啊鍛鍊翻自己個其實咧都係希望鍛鍊翻自己個 mindset 個信念嘅啫，係啦，個仔同我一齊 plan。係啊，咁佢 plan 到1分鐘嘅，係啊，咁啊都 OK 啦，咁啊影響咗個細路，係嘛？咁啊同馬雲影相啦，頭先講咗啦，咁啊其實我好開心，翻咗去之後我係唔記得咗簽名嘅，唉真係瀨嘢，之後再上多次，咁嗰個 secure 都唔理我，嗱佢已經俾我擊倒咗啦，佢都唔理我，我再上去簽埋個名落翻嚟，依然係唔記得咗同局長影相嘅。啊！呢本書 The Money Master 好好嘅，咁啊推介大家睇，我睇咗14次，咁啊改變咗我嘅人生，改變咗我嘅信念。咁入邊咧講5個金錢王者，第一個就係謝清海嘅老細，係啊，就係葉惠儀。係啊，呢本書咧係蔡東豪送俾我嘅，阿 Tony，係啦 ，Minds Make Miracle，Minds Make Miracle 呢個好重要，係嘛？咁不過咧有時啲金句咧要識得聽，因為金句入邊咧少咗啲嘢嘅，少咗 action。係啦，所以咧平靜嘅海咧係鍛鍊唔到一個優秀嘅水手嘅，即係大家要明白呢樣嘢，係嘛？limit 咧都係你自己 set 嘅，唔係人哋 set 嘅，係你個 mindset，係嘛？一條路係必須行嘅，一條係想行嘅，人必須行咗必須行嘅路，你先至可以行想行嘅路，真係要記住，係咪？造就真知啊！搬埋李小龍出嚟㗎，希望今年大家都可以完成全區應該係咪啊？40個 MDRT， 好得嚇60哦 ，sorry 講少咗，唉真係 think small 添，應該 think big 係啦，咁啊60個 MDRT， 好俾掌聲自己，係嘛？頭先我講嗰個 Minds Make Miracle 係咪少咗一樣嘢 ？Action 係嘛？呢個唔講啦，係啦，咁所以咧。你個 data 你要去到嗰個咩啊 wisdom 要點啊？你中間咧要有啲線嘅，回應翻頭先我講嗰個故仔，要有一條線，你一條線將啲人點啊 connect people 係好重要嘅，係啦。總結，幸運就係勤力。好，咁我今日嘅 speech 到。
多謝大家。我哋多謝阿Kit啊嘛，好唔好？係咪好精彩啊？君君今日其實俾我嘅感覺咧係第一樣嘢就係由2002年開始入行，台上3分鐘，台下8年功講嘅嘢係句句都係到位嘅，係嘛？係因為咁多年浸翻嚟佢嘅嗰個履歷咧係唔頭先講嗰個success 咧係要 failure， 其實咧嗰個就係君君，我諗係個事業裏邊嘅寫照嚟，係嘛？因為由2002年開始係曾經試過係有一年係78000，大家睇唔睇到？其實應該講多啲嘅。係，但係呢個其實係冇昨日嘅君君，又點會有今日嘅君君？係嘛？你講Leonardo，我又睇到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沒有一個大角色只有係大嘅咩？知唔知啊？人物君君其實我諗由2002年開始咧，其實咧佢嗰個思維就已經係諗住係將來係會成功。所以其實佢係當時係一個只係 maintain 緊 contract 嘅時間，有冇人諗過其實個反差可以咁大？有冇諗過78000嘅以前，今日係跳跳？源自於係咩啊？就係、一樣嘢，係覺得自己係根本就係一個大人物。好多人成功都係因為咁樣，係因為覺得自己唔係渺小，係大人物，好嘛？今日我哋再一次好多謝君君。呢個其實係一個好無私嘅分享，因為其實咧，我諗咧，佢連咧，即係嗰個 chart 都俾埋大家啦。咁你想點咧？係咪？即係證明其實係君君佢個準備又好充足嘅，因為其實今日仲有嘢派添。有文章可以 share 俾大家睇啦，希望大家即係今日開始習慣睇一篇文章。呢篇文章好好嘅，就叫你最大嘅財經憂慮。講晒蔡東豪寫嘅，佢係一個第一流嘅專欄。佢講咗一個叫市場風險、利率風險、通脹風險，同埋咧醫療支出風險，同埋咧就係咧估唔到嘅特殊風險。講晒我哋成個行業必備嘅元素喺入邊。呢篇文章非常之好，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咁啊都送俾大家嘅。多謝君君。嗱，我哋少少心意今日你攞咁多嘢過嚟咁我哋咧就有少少心意咁啊代表個區域咧，我哋一齊同君君影幅相，好唔好？我哋一齊全部人，我哋好似以前咁咧，如記我哋好中意 selfie 嘅，係啦，咁咧就揾個專家，揾個 selfie 專家。好，多謝，我哋企前啲好嘛？我哋一齊企前啲。應該睇到啦。高炒應該高炒可以用咗位喎。好。我寫個微信號，唔使我抌，你有？好，今日早會完畢㗎，下個禮拜見，好 ，thank you。你好，希望講到差唔多。好，Jackie 好，而家
一撐就得得得。唔係啊，我抌咗去中國同學會嗰度。努力努力。拜拜拜拜拜拜。啊，等一下，马上过来哈。禮拜四你會唔會喺度？我一日講明。OK，好，唔該，講翻你講。拜拜。